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下午3點，在蒙特利爾市政廳，一場由索拉亞、馬丁內斯費拉達女士誠摯邀請的亞洲文化遺產月活動如期舉行，現場聚集了約200餘位亞裔社區代表，大家齊聚一堂，共同慶祝屬於亞洲文化的榮耀時刻。活動首先由蒙特利爾執行委員會主席 Claude Pienaar 先生發表致辭，他感謝大家出席今天的亞洲文化遺產月活動，並代表市政府強調多元文化發展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，亞洲文化遺產月系列活動旨在為促進蒙特利爾、魁北克省乃至加拿大亞太裔社區的社會、經濟、文化、商業和科技活力與安全創造更多機會。隨後執行主任 F.O.Nimi 先生上台，他提到亞洲文化群體包括華裔、柬埔寨裔、菲律賓裔、老撾裔、越南裔、日裔和韓裔，並強調我們的亞裔社區要不斷向前發展，成為蒙特利爾歷史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部分。NDG 市長 Valenzuela 女士則特別強調了唐人街歷史保留與傳承的重要性。她以永興龍麵廠為例，指出這些具有深厚文化和歷史意義的地標，不僅對我們這一代，對下一代同樣至關重要。致辭結束後，滿地可陳氏醒獅團為現場觀眾帶來了精彩的南越醒獅表演，鼓聲鏗鏘，獅子靈動，瞬間點燃全場氣氛。陳永川堂致孝堂主席 Jimmy Chan 先生向大家介紹，舞獅在中國已有幾千年歷史，寓意喜慶、好運與吉祥。他今天特意邀請在場嘉賓上台，為這頭沉睡5000年的獅子點睛轉好運。蒙特利爾執行委員會主席、執行主任、NDG 市長先後上台點睛，隨後代表華裔社區的全家華聯會魁北克區共同主席邵靈洲先生、中山同鄉會黃善康會長、魁北克廣州同鄉會梁寶文會長、唐人街金豐酒家石耀華先生也紛紛上台，其他族裔和民族的代表嘉賓同樣踴躍參與，共同為醒獅注入長睡之氣。點睛之後，沉睡的獅子伴隨着蒼勁有力的鑼鼓聲，瞬間甦醒，騰躍起舞。最精彩的清環節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，大家紛紛接過生菜，接過好運，全場掌聲雷鳴，歡聲笑語不斷。最後，所有嘉賓上台合影留念。在蒙特利爾市政廳裏，大家共同度過了一個愉快而難忘的下午。亞洲文化遺產月凝聚多元文化，共創美好未來。